哇，真的犯一只错误，就是讲，第一摆老人约见面，就算係自家同學，樣做得慢到呢。人講哈，準時就係慢到，你就慢到嘅呢，佢本人印象係咪當唔好啊？唔過好得，佢要好好來費實你，人係唔係完整嘅人哈，人唔係完美哈，有可能會犯一隻錯誤，下一擺做唔得嗰份，就一隻錯誤就好咧哈。唔過咧，2-3年食飯嘅動當中咧，咪向下來複習到先生上課教到嘅。創作項嘅一條歷史係個知識，本大家知道，真係要當到空悄嘅記得，從那個食飯嘅家樂福傳起啊，都係用白線擺啊，擺到乜個位嘅代表乜個意義啊，係個假設東西跌下去家下，都係用白線正好，即刻哭下去眼毛。做唔得咯，唔過咧，大家平常就食飯家下注意到呢一條嘅傳統歷史過後咧，由呢條合法是要分享俾大家咧，大家聽得嘅向下來念了。第一隻實理，翻譯係抱歉，對不起，實理捱慢到咧，抱歉，我知道了。第一隻，擋住。中午。擋住我食乜嘅？你中午要吃什麼？有隻記嘅咩係基本嘅記型哈？到位。刀子。做數拿插嘅，整數拿到位。左手拿插嘅，正手拿刀位。左手拿叉子，右手拿刀子。千萬唔好拿電刀了。來看前面一隻，搖。用湯匙舀湯，使用湯匙舀湯。唔知大家食飯嘅下要食飯成個，食飯嘅家樂福就係傳起啊，多一塊嘅湯匙韓國插嘅跌到天內下，暗感嘅nhỏ小，結果即個係上喺顧下去眼毛。係講可能啲平常嘅傳統一般嘅點心店，又係講一般嘅傳統可能做得，唔過假使你去嘅係食一場5000塊、10000塊呢種當高級當正式嘅傳統，唔假使顧下去眼真見會當感嘅當大家都目瞪看得你，韓國唔假使食飯食飽嘅下，人嘅多嘅老插嘅標唔出蔬菜。佢可能大家會造成變咗大家目中嘅這種燒烤其實去食飯嘅下，我要注意當多嘅空，大家可能食飯嘅時間就食到係好了。